介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到底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什么样的因缘之下会踏入讲到那里的一个历程嘛？这个人啊，他家他住在东北的黑龙江他在黑龙江，他住的地方是，而且那时候还是很落后的时候，那天气不好，我们都知道东北那个天寒地冻的环境没有像我们南方这么多人这么好。然后他在那里，他们家我们知道大陆是共产党那共产党是共产主义他说他们就是因为有一些历史的原因就是可能以前的祖先有一些什么事件不好，所以他们会评分说你们这个家的分数，因为他们家的分数不是很好，所以就是很贫穷。他说他们家在他们那个村庄是最穷的然后他从小身体就不是很好，身体比较虚，然后他们家他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5个妹妹，然后加上他的父母那边总共有9个人，然后他身体不好，脾气很不好，然后家里很穷，所以呢，他说他到13岁以前13岁以前都还没有读书，13岁以前都没有读书到13岁开始要去读书，那他还没读书之前，我们正常都是8岁就去读书了嘛然后他8岁在干嘛？他8岁到13岁这个过程在放牧就是放牛羊的畜牧的他的工作是这个，然后到13岁才开始读书，然后13岁开始读书之后病来了，开始为什么13岁之后开始发病了？因为他说他脾气很不好，在家里他是一个小霸王，他哥哥也让着他妹妹也让着他，所有的人都让着他，然后他对他父母很不客气，对他哥哥对他妹妹他也很不客气，他家里的人都会体谅他包容他，因为他身体不是很好，所以他在家是一个小霸王，所有的人都让着他，所以他没有事。可是他13岁之后开始去读书了，学校的人就不像家里的人这样子都可以让着他所以他一到学校上课就开始跟老师吵架，跟同学打架，开始来了所以在他的学校他就跟老师他也敢打，敢呛，敢打，然后同学他就打，因为他在学校就是一个大家很害怕又讨厌的一个人，然后他的脾气就不好，就开始13岁读书之后开始生病了，第一个病叫肺结核，开始咳嗽，一直咳，不断的咳，有时候还会咳血，咳了1年之后，不是只有肺结核而已他的病在开始了。他还有什么病呢？他都有肝硬化，又有肾炎，然后心脏病、高血压，很严重，严重到他25岁的时候，他这12年里面都是这很严重的病，到25岁是我们人生忘的时候，他已经生命垂危，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来，很可怜。这么多的病在身上，这么年轻他就已经没有办法生活了，已经快死了，奄奄一息了。那这个时候算他命大，在他们的地方呢，有一个老师送了他一本书，这本书叫做《王凤仪主题录》。那我听过王凤仪这个人？有。他就叫做王善人，因为他是做很多善事就跟刘有珍一样。刘有珍就是看到了王凤仪的这本书之后，开始改变他的人生。他看了王凤仪的这本书，他就会说：为什么我会这么差劲？王善人里面讲说你要孝顺父母，要有爱兄弟，可是为什么我都做不到？为什么我对我的父母这么不孝顺？我对我的兄弟姐妹这么样的不有爱，我还欺负他们？他就开始觉得他不对了，所以他看王善人的书，他很感动，然后感动之余，他就开始发现他怎么会这么糟糕了就是王凤仪的一个主题录了所以他就开始反省自己，然后觉得说他自己真的不对，后来他就挺忏悔。那忏悔之后呢，他就开始反应了他真的是从内心感到忏悔，感到他真的不对了，所以呢，他就开始做，然
他吐到我也说，他就是每天晚上吃完晚餐之后，到床上就开始吐，吐到11点，每天哦，我第一天都是这样，晚上只要一吐到晚上11点。然后他所吐出来的东西啊，他说他所吐出来的东西，就是酸甜苦辣咸，有的味道都有，因为他病太严重，结果到第7天，他吐完了之后，他整个人轻松了，他整个人感觉好像病好了，他是真的，他把他所有12年的病都吐出去了，完全吐出去，所以他就病就好了。可是他的病虽然说好了，是没有好完全哦。他只要一生气，只要一抱怨，只要一个心情不好了，他的病又来了，他又不舒服了。所以他知道我的病现在虽然好了，但是还没有好完全，他还有很多他要做的，他的脾气还很不好，所以他知道他要做的还很多。所以呢，他当下他就立了一个帖子。他说我的病很好，只要我的病好，那我这个道理太好了，这个方法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我不可以让我自己一个人独享所以他立了一个帖，就是说他要把这个这个治病的病理疗法去推广出去。他说只要让我活着一天，我就一定要让世上跟我有缘的大家都可以多病痛，所以他就立了这个。多大的一个这就到后面看到说，哇，人家病好了，他就可以立这样的一个字后面就会去讲到我们他整个让他完全改变身体完全好了，12年的病完全好了，所以他立了这个字。他后面就会讲在我们道场里面，很多比较有根基的在求完道之后，他就开始立。像我们的前人辈、老前人辈，他们都是这样，求完道之后，求完道很感动，我从今天开始不抽烟、不喝酒，开始读书，开始比赛，不读者能办到。很有根基的就是这样，立长志、立铁志，所以呢，他们一生就奉献在道场里面，度化众生，就成就一个果位嘛。但是我们就没有像他这样子我们也是求完道，为什么一样求道求完之后大家的反应不一样？就是因为没有让我们跟他这样的完全的改观。但是当我们如果真的了解的时候，就是求道就好像刘三的这个看到了黄凤子这本书开始反省之后的反应应该是不一样的。但是后面看他就觉得很惭愧这就是我们太顺了，看我们道场里面也都知道，就有因为那种来求道之后，整个人身体变好的这种例子，我们一定要听过。这样子的人，他就会立志终身奉献在道场。那我们没有办法立志，就是因为我们吃的苦还不够多，我们认识不够深那所以说，他就开始他的讲道的一生那他讲到底在讲什么道？讲什么？就是专讲做人之道。做人要有道做人没有道会变什么？做人没有道就跟禽兽一样，禽兽都不如连禽兽都不如。所以做人要有道，所以他就讲当人之道。做人应该信什么道？他讲就是讲我人之道。要行我人这个等一下后面会讲。所以在讲道德道就是道德，那什么是道德？他说道德倒过来就是神。那什么叫倒过来？什么叫倒过来？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每次在生气的时候就是说都是你的不是，都是谁的，就是因为你是谁，倒过来都是我，把它倒过来都是我的不是。你只要把它倒过来了，你就可以承认自己的错，认自己的不是，那德就变了，德就会产生的，那我们就会不会有毛病。所以它就是倒过来，什么事情都想自己，那就觉
一样的，我们就说要反观自照，好，看自己，关照自己。我们不去看外面，我们不管别人做的怎么样，我们只问自己，对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好，对不对得起我们自己？只问良心，不问人，也是倒过来，对，倒过来就是真。很有道理哦，所以他就是实习这样子，他一生就把王上人的这些思想落实在生活当中，然后去讲给大家听哦。所以呢，他就是立了这样的一个解释哈。之后呢，开始要改了，他不只要讲，他还要做嘛。所以之后呢，他就要记流堂，开始从五轮着手了哈。那他就开始谈起了，他就在讲，说。王上人他刚刚有讲哦，他一看到那本书，他是最惭愧的，就是说他对父母不孝，对他的兄弟姐妹不尊重，然后不友爱，所以呢，他觉得说他最亏的，做的最不好的就是孝道跟悌道，所以他就从孝道跟悌道着手，首先他就从孝道着手，那从孝道呢，他就开始对他的父母开始整个态度改变，对父母就很尊敬他，然后就开始。问他就开始侍奉父母啊，然后讲话就开始很客气，不再像以前这样痛啊哈。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啊，我们也知道大陆是一个不是开放思想不开放的一个地方哦，所以他们不可以乱讲话，话不能随便乱讲。虽然他讲的是道理，他知道的这个是好的东西，可是他也不能乱讲，所以呢，他也都不敢讲出去。他们家的人就觉得奇怪，这个人怎么变了？好像变了一个人。可是他不能讲，他也不敢乱讲，因为你只要讲，我就会被抓。所以呢，他就说他都不讲，他只是默默的做，他就是做，我做给他们看。我改变了，旁边的人都会感受得到，他们都会发现到我的改变，然后就会，人家说言教不如身教，所以他是最好的一个身教的。这个是做给他们看，所以他开始孝顺他的父母。那孝顺父母之后呢？他就开始孝顺着自己的父母他就开始的领导，当个领导嘛，大陆的领导。